而家我哋食完晚飯，再落去活動室嗰度玩。嚟影個夜晚個景俾大家睇下，都大㗎呢度。平日就冇咩人嘅。公園呢要翻新，未玩得住。我哋就2日1夜。我行斜路，佢哋行樓梯。我行斜路落。夜晚嘅麥理浩夫人度假村，嗱，我影埋個網球場俾大家睇下。